你等來認識一下，等一下上課會用到嘅詞彙，大家記得聽定念哦。第一個通知單，通地單，通地單。第二個身份證，身份證，身份證。第三個印章，人呢，人呢。第四個確定，確定，確定。第五個記得，記得，記得。你好，我愛亮掛號。請問有帶通地單、身份證到人了嗎？有。請等一下。這係你嘅掛號，請你確定一下。冇唔錯，是冇你。還有乜嘅外盤計麼？冇嘞，亮掛號聽聽。啊，聽講你身份證老人呢，我記得那哦。好，是冇你。你來學習一下自己從容嘅對話。首先，請問你有帶通地單、身份證到人了麼？請問你有帶通知單、身份證與印章嗎？請問你有帶？請問你有帶？請問你有帶？通知單、通地單、通地單。身份證、身份證、身份證。與印章嗎？到人了麼？到人了麼？整句來，請問你有帶通地單、身份證到人了麼？請問你有帶通地單、身份證到人了麼？下一句，這是你嘅掛號，請你確定一下。這是您的掛號，請您確定一下。這是，這是，這是。您的掛號，你嘅掛號，你嘅掛號，請您，請你，請你確定一下，確定一下，確定一下。現在整句來，這係你嘅掛號，請你確定一下。這係你嘅掛號，請你確定一下。接下來下一句，還有乜嘅外盤計麼？還有什麼要辦的嗎？這句話很重要哦，在公務單位常常會用到這句話。聽哦，還有什麼要辦的嗎？還有乜嘅外盤計麼？還有什麼？還有乜嘅？還有乜嘅？要辦的嗎？外盤計麼？外盤計麼？整句組合起來，還有乜嘅外盤計麼？還有乜嘅外盤計麼？最後一句要記得那哦，要記得，要記得，要記得。客家話拿這個動作這樣念，那哦，那哦。所以你看哦，組合起來，要記得那哦，要記得那哦。這些句子是我們這個單元所需要練習的常用語句，請大家還是一樣回去要多聽，多跟着念，這樣才會進步哦，加油！